保利喺中山東區憑乜嘢漲價？覺得貴啊？我哋有冇其他選擇啊？今日我哋就講下呢個話題先，或者可以咁講啊，唔會有一個項目咧適合所有人噶，但總有一個項目咧適合你嘅。記住呢句話，就憑保利天郡、保利駿悅、保利香山駿悅府，甚至準備推出嘅第4代住宅保利朗悅啊，佢哋周邊真係冇對手啊！確實好似佢哋玩晒喎，就憑呢幾點，保利就已經擁有咗東區板塊嘅定價權噶咯。咁喺東區買房，無論係邊個板塊，你都要攞佢哋出嚟對比噶。除咗朗晴書包喺東區，佢真係你避唔開個開發商喎。大家可以話東區總部有寶龍同埋保利啦，但只要登錄住建嘅官網睇下，其實寶龍同保利可以對比嘅戶型真係唔多噶啦。寶龍城10號樓同埋11號樓就諗好10幾套89方，8號樓同9號樓同樣都係得翻10幾套嘅96方。其餘貨量比較集中嘅就係18號樓嘅157方，同埋22號樓、24號樓嘅139方。相對保利天郡在售107方戶型同埋118方戶型嚟講，真係冇對手，所以近期大家會見到咧，保利天郡主推嘅戶型就係107方，但同時天郡都暫時放棄咗主推嘅89方戶型，因為買天郡89方嘅總價確實可以買到寶龍城嘅96方單位咯。多咗幾個方，應該仲會舒服啲添。而用保利天郡118方同埋120方嘅戶型總價咧，確實你又可以對比翻寶龍城嘅139方喎。但如果你比較中意拎包入住嘅，咁保利天郡上車成本係最低㗎，因為寶龍城睇過139方嘅客戶咧，應該會知道啊，139方嘅交樓標準係真係得個標準嘅，並唔係話樣板房咁嘅標準啊。呢個面積段交得俾你啲係好普通嘅，但係呢個同質量無關啊。咁你買得呢個面積段嘅，咁你裝修應該要用多20幾個㗎咯喎。當然啦，如果你本來就打算買翻嚟重新踩咗佢，重新執過佢嘅，咁寶龍城又確實抵玩嘅，畢竟佢面積都係放喺度啊嘛。而香山小學板塊無非係怡安御品公館同埋保利駿悅，但怡安最大面積就119方，可以對比嘅最多有得駿悅貨量最少嘅109方喎，但都唔係同一個級別。不過或者都係呢個原因，所以怡安嘅119方其實都冇咩貨噶啦。同時駿悅嘅109方都係得翻那麼幾套嘅啫，總價就200萬左右嘅，而其餘貨量集中喺139方上面啊，總價要去到270加噶。睇翻怡安主推嘅96方到105方，雖然總價只需要130萬到150萬啊，但係從面積使用角度嚟講咧，依然係唔同一個維度。咁如果你係為咗個書包嘅，怡安總價確實有優惠喎。但如果你係改善戶型咧，咁都係駿悅抵玩啲嘅。另一個就係中山5路啦，保利香山駿悅府啊，板塊幾乎冇對手，可以咁講，啱啱打地基啊，啲房俾人 book 晒噶啦。再到如今水雲天小學同個板塊對比，就係華虹喜悅軒啊，同埋保利第4代住宅保利朗悅啊。作為本地房企，華虹真係有錢嘅，現樓佢唔急住賣，唔急住出貨啊，在售只有2號樓同埋10號樓啊，未貨階段噶。咁喺面積段去睇咧，華虹推緊嘅就99方到122方啊，保利朗悅面積段係119方到170方，完全係冇可比性噶。籠統咁講，保利壟斷晒大部分東區大面積改善戶型嘅定價權啊。咁如果係你會點睇呢？有需要嘅任何樓盤都可以聯繫我噶，幫你破底價。